高雄市是新南向推动的重要议题，不过许多高雄农民迄种无嘛感受到哦。产品假使是得卖去其他的国家，当然改好，不过人需要嘛个要求有很样呢，俺能讲唔清楚。有位农民认为宣传不足，唔多想政府打算按样来做。因为尽管看的问题还是其他国家唔但将共用爱去抢新南向市场。 和上富、油葱、豆谷来做生意，台湾的农产品像意思好品质，还有一大的优势呢。总要有安尼一帮爱土有咧建成，伊就会落下，嘿，落下来也提过也就伊个文化花类，花类的部分，因为一般无帮遐，伊会。 等于讲我变虫，我变我摕地瓜，所以下礼拜也太粒起来呀，后背我个度我有病虫，我有虫的摕变我摕地瓜安尼个，按迄个撞枪来啊，吼规粒都面向都会个酱。有几农民种生活同样朋友付费地，同逢两国计划先干单位，顺便来修剪，各自张卡唔会感染到也係药品冲开。 因正係用有機嘅方式嚟耕種，嗰所個人管理就特別重要。都去年嘅颱風嘅關係也落雨嘅，今年嘅氣候又安尼高溫又多濕嘛，前一陣咪都熱，所以枝頭就會曬啊黃黃。伊就係有去年嘅颱風嘅影響，講而家有病菌嘅部分，伊都會熱起來，熱起來就趁冬天過冇雨水嘅海岸，就會用修剪嘅方式來整理。 修剪、立台葉等條構樹都動用心去治理，而且也條構子未來唔單槍喺國內賣，還會賣到加拿大去。在各國的他們還有一個藥檢的部分，他們除了一個病蟲害疾病的檢驗、土壤的部分，他們其實還有一個藥檢。那像我們是因為我們是做有機的部分，就比較沒有藥檢上的問題。可是相對我們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你這個品質，它的好與否。 比如说，它今天它占的比率的损耗比率，这颗果它表面上我们看到，有一些纹路啦、丑丑的啦，这个比率要多少？它是符合标准，那纹路的深浅才符合标准。另外，外社會國家出體動主創各自有獎膜，藥檢有合乎標準膜，連種嘅位數同環境都係適合嘅重點。 他甚至会去看你的场域，比如说我今天在采果的时候，我把我的果实直接采了之后，直接放在我的篮子。可是我们在推测是碰撞的过程中，你要怎么去防范这一块？他或许会问到你，因为他们认为碰撞就是伤口，伤口就是容易腐败。 那还有就是你今天处理好之后，到你的集货场的时间，集货场之后到你的冷藏柜的时间，包括你今天出口你的之间的距离什么，他们全部都把它涵盖算在里头，这都是蛮多的问题。加量公婆嘅貨量高，唔但搶買到加拿大，未使買到土派，加到認為愛向新南向發展，市場調查會清清楚楚。 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加拿大还蛮多我们的华人在那边，所以我们可能选择的品相就会比较偏向华人，其实都还是比较喜欢甜度有一点，对，然后口感不要再这么的硬的那一种的东西，他们可能接受度会比较喜欢。可是如果今天我换个角度说，我今天可能要到杜拜去了，他那边又是不一样的方式的。 那他可能他在口感他就不喜欢这种软软烂烂的甜甜的东西，他喜欢有点水果风味。 用嚟打開新南向嘅市場咯，高雄市農業局認為新加坡會發展高品質嘅果子，對印尼出口嘅係種嘅技術。木瓜以及紅龍果，還有芒果，這三個在那個地方看起來價格都很不錯，但是他們的品相卻不夠好。那這三個正是台灣熱帶水果的優勢啊。那台灣因為我們的水稻品種先進。 技術優良，像是稻米的這個產業就非常適合讓我們跟印尼來做所謂的合作。不過東南亞也安排嘅市場，各國都想會來搶，甚至以為已經係中國大陸果子主要嘅出口市場，而有乜嘅優勢呢？台灣農產品可能都喺品質上，還有呢個藥檢上嚇，可能要比中國更有保障啊。所以我想睇下方面應該相對嚟講，台灣農產品優勢要個睇下這邊。
和我们的一些农药的管理跟我们的产销履历的制度，这些都是台湾的优势。他们在印尼发展这些所谓的一些果品的时候，同时间如果他们能够使用到台湾的一些所谓的技术跟采购台湾的一些农业资材、肥料相关的产品，这对台湾的农业输出也是一项优势。5年苏国正同主创上班学嘅方式，随着环境、饲料也đều都同用心嚟照顧準備。頭擺行嘅上班未愛受到中國態度，不過也幾行人類無衝風業買到安多。台湾本身养殖业以前，99年，ECFA法过去以后，就销到大陆那边去。我们政府有倍增计划，石斑鱼的倍增计划，然后台湾销到大陆，差不多占了台湾的养殖业的石斑鱼差不多80%左右。那销到香港、大陆那边去。那自从104年以后，我们台湾这些大人跟对岸方面的话，好像不怎么友善，就影响到我们养殖业者。现在目前就好像很萧条，这鱼的话卖不出去，这真的很惨。嗰種嘅希望也拜新南向計劃總地照顧到5年，不過相關嘅配套天初會做好。因為本身像幾年前，99年以前的話，我們銷往大陸ECFA有過的話，政府就會補助些那個業者，他們買漁船直接輸大陸那邊去。但是現在要輸往南向運動是非常非常好，但是政府應該是也要有一個配套出來，最好是有一個冷凍啦，冷凍船或是什麼管道，應該是要由政府這方面來着手來計劃，做一個萬全的，讓我們這些漁民養得比較安心。初聽5類加工品嘅外銷，仲加未認為用出技術未做地交流。不過看到先前上班嘅經驗，唔免小片呢交流沙邊做外流。技術外流的話，像大陸方面的話，台灣10幾年前都一直到那邊去，讓他們那邊做起來的話，他們那邊技術的話，像台灣本身我們永安地區的養殖業，而且又有產銷班，現在相當的成熟了。那要到他們那邊去，把我們的技術轉移到那邊的話，我感覺到好像不大好。未來也可以進一步就是考慮到當地設廠，那利用當地的土地，還有便宜的人力跟那個充裕的原料，來當地加工，然後銷售當地的市場。那基本上當地設廠最主要還是利用當地的一些人力資源跟土地資源跟原料了哈。那技術的部分應該是還好。為到新南向市場發展，主題產品品質要有能力同各國競爭。推辦客家大嘅挑戰係，各國利用廣大關稅買出口改善國內，韓國同中國用貿易協定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推辦嘅發展就客家速度限制。我們基本上，我們最困難的還是在對方的關稅，因為那些東協的國家基本上它都有跟，他們互相都有簽協定嘛，所以他們的關稅是不用的。可是我們台灣就是去到東南亞國家，它的關稅是相對是偏高的，這當然都是我們政府需要去努力的地方。俺的做我單位係咪嘛？由法度條這邊聽數哈，好變成都講。啲台灣外銷，各位到對方國家去入關，有幾條流程地要做到一條龍嘅一種規劃，必須喺最短嘅時間地要順利出關入關，各位送交到對方嘅一種家行，各位順利賣出去。好，大家要呢個要規劃規劃啦。好，按你方嚟講，做實際投入做農產品嘅一種南向政策，好，大家要講堅持一些。對民間來講，知道新南向政策的宣傳無茫然啲，韓國受到兩岸關係嘅影響，實知道政策可以來
有风向，安用的做到沙漠清楚的方案。地方政府疏导限制，每均可尽量去了解来克服市场的需求，是讲做得发展到用的长途，作为到急救的路，无人敌。